嘿喲，聖經故事：以利亞在何烈山。呢個係以利亞。以利亞係上帝嘅先知，佢嘅工作就係將上帝同佢講嘅說話傳俾人聽。以利亞做先知嘅時候，正值亞哈王在位，而亞哈王比起以前所有統治過嘅君王都更加邪惡。佢有個妻子叫做耶洗別，佢唔愛上帝，仲專門反對上帝嘅先知。佢敬拜一個假神叫做巴力，而亞哈王同以色列人亦都開始跟住佢一齊拜。上帝曾經喺迦密山降下火，向以色列人證明佢先係唯一嘅真神。但之後耶洗別非常憤怒，仲話要殺死以利亞。以利亞好驚，就逃去曠野。上帝喺曠野一直照顧佢，然後叫佢準備出發，踏上一段旅程。於是以利亞去到何烈山，即係上帝嘅山。佢入咗一個山洞，上帝問佢：以利亞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以利亞話：萬軍之耶和華，我一直都好熱心侍奉你，但以色列人背棄咗你嘅約，拆毀你嘅祭壇，又用刀殺咗你嘅先知，剩翻我一個。而家佢哋仲想殺我啊！上帝對佢講：你出去，企喺山上面，喺我嘅面前，我會經過。當上帝臨近嘅時候，有一陣極強嘅風，將山都吹到裂開，連石頭都打碎。但上帝唔喺風入面。風之後有地震，但上帝唔喺地震入面。地震之後有火，但上帝唔喺火入面。火之後只係剩低一把細細聲、溫柔嘅聲音。以利亞一聽到就行到山洞口，企喺度。之後再有聲音問佢：以利亞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以利亞再一次講出自己嘅處境，話自己一直忠於上帝，但以色列人已經離棄咗神，得返佢自己一個。上帝就指示佢下一步應該點做，叫佢去膏立幾位君王，並且話會賜一個人以利沙接替佢成為先知。於是以利亞起身，照住上帝嘅吩咐去做。佢揾到以利沙，而以利沙就成為咗佢嘅助手，一直跟隨佢。